對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erene Lim 林宣瑜。準備都係口才啦，因為覺得問答環節我係比較驚嘅，所以我會喺啲發音方面啊做多啲準備。但係我喺比賽當時，我會用華語去，我可以說華語嗎？OK， 我會用華語去呈現，因為畢竟華語我比較熟悉，而廣東話可能是如果有比較熟悉的字，我就會用一些交叉一些廣東話，盡量去把自己的發音弄得更標準。其他都冇見過，但係我見過 Crystal 嘅 video， 我睇過佢表演嘅喺決賽當晚嘅表演，覺得佢表演得唔錯。我覺得一個身高其實不是完全的一個，就是阻擋他勝利的一個條件，就是最重要就是口才，還有你如何表達自己吧。所以當然長得高一定是有它的優勢的。生得高啲比較睇起嚟比較瘦啲咯，可能係啊，但係佢都好瘦啦，所以佢唔需要高啲，佢都得㗎啦。